查某囡仔嘛会当真厉害，为着要响应联合国国际查某囡仔日，嘉义县举办行读的活动，带民众了解较早在地女性的成就，嘛透过增加美容的课程，鼓励女性展现自信甲创意。增加美容的老师替大家来示范保养指甲甲美容的方法。参加活动的学员配合老师教的步数，自由发挥美容家己的指甲。看到家己的指甲水当当，参加的女性民众大家拢感觉心情真好。你咧结婚的时候有擦过一次，到现在60几岁又擦第2次，所以我心情就好啊。今天就不用煮饭了。嘉义县共好生活协会甲嘉义县社会局响应联合国的国际查某囡仔日，伫埔子举办台湾查某囡仔日的活动。活动为100年历史的青木屋开始。阁包括配天宫、埔子女子公学校，透过行读带民众来入捌埔子较早在地女性的成就，嘛利用增加美容的课程，鼓舞女性展现因的创意甲自信。埔子地区伊的历史吼，应该我们听过别个老师的演讲吼，然后对于女性伊的力量吼，改变这个埔子地区也是改变这个世界，我感觉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所在啊。希望透过这个活动，互咱埔子人、各外地人熟悉咱埔子杰出的女性的表现。嘉义县社会局表示，透过医疗、教育、信用甲商业各方面，串联这条在地女性生命故事的行读路线。除了希望带动埔子地区对性别发展的尊重，嘛希望会当结合学校教育，传承在地历史，落实性别平等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